個個都舉機嘅。有請香港小童權益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陳華瑞博士 BBSJP 進行監誓。有請陳華瑞博士。首先，請我哋全體第13屆香港小特首舉起右手，知道邊隻右手嗬？同埋擺出宣誓嘅手勢，睇清楚先，係咪舉晒先？好，好。而家咧，我有請全體來賓一齊見證小特首宣誓，請你哋開始。本人馮仲庭謹以信義為誓，就任為香港小童群益會第13屆香港小特首，往後定必竭盡所能，對國家、對本土盡責任，關心兒童福祉，為社會上的兒童權益表達意見，承擔服務社區的義務，讓我哋所處嘅香港成為更美好的兒童友好城市。此誓。多謝陳華瑞博士，請博士到台前中間位置同第13屆香港小特首一同進行大合照。